自己没求证，跟着瞎起哄，害己误人，吃大亏。真正的佛陀降世人间，这不是穿越剧，不是神话，而是真实不虚的现实。2008年4月，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正式向全球公开，揭开了佛陀住世的秘密，人天共庆，魔宫震动。2014年3月23日，港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盛会在香港大屿山国际博览馆举行，盛况空前，人山人海。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万佛教徒参加了这次法会，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，即戒心经说真谛首发会。法会上，是正达教尊庄严宣布，真正的佛陀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个世界，那就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。然而，邪魔外道哪里会容得下真正的佛陀降世人间呢？他们必然会跳，将出来行种种污蔑、诽谤佛陀之事。他们以各种不同世间身份为掩饰，利用各种手段诽谤佛陀，污蔑正法。只可怜一些人，一不留意就上了魔的当，不仅轻信谤佛妖言，还跟着瞎起哄，最后自中地狱之因，害己误人，吃大亏。他们有的将20年前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被陷害的诈骗假案拿出来说事，有的搞些街头巷尾式的低级谣言，通过煽动一些无良媒体发布，有的伪造佛协公文，甚至虚构国家机构炮制邪视名单，将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列为首位，有的则利用自己网络大咖的身份传播谣言，扰乱人心。据考证，这10多年来，在网络上，在一些自媒体文章里，关于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辩论从未停歇过。此间有谤佛言论，有正信佛弟子的驳斥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跟风瞎起哄的人群。这些跟风起哄的人群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偏听偏信，依人不依法，跟着那些所谓网红法师、网络大咖号断章取义的解读佛经，貌似有根有据，殊不知那些网红大咖的相似佛学文章处处离经背教，漏洞百出，只是一些初学者、跟风者不易发现罢了。流言止于智者，现在社会上天天的传谣辟谣，已经是个普遍现象了，多是由于不思考分辨、盲从跟风造成的。回想起我的亲身经历，当年学佛不久，当看到这些编得有鼻子有眼的瞎话时，内心一度起波澜，但我没着急否定和起哄，而是静下心来思考分析，并做了深入调查。我思考着，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法音中所讲义理，是否是所谓小学毕业能讲出的？我思考着，佛陀事迹中展现无数圣洁、无私品德，不收供养，只义务服务众生，是否需要诈骗？再去了解事实真相。哦，原来所谓通缉案件中的所谓受害人刘百行、刘娟早就发出声明，又是做公证，又是开记者招待会的澄清事实，揭露当年陷害南摩羌佛的假案，把诽谤者的脸打得是啪啪响。而一些无良媒体所报道的所谓昔日好友魏文刚透露种种劣迹啥的，魏文刚手持手写稿照相澄清事实，没那回事。显然很多内容是邪师骗子、佛教界街溜子们在恶意炒作假案，妄图抹黑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呀，怎么能轻信呢？我思考着，菩萨学处在于五明，菩萨从五明中得，都是在告诉我们，作为佛菩萨就要五明具足，
何况是佛陀。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妙安五明的成就，是佛时第一高峰，一条一款凿凿地列在那里。发生在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身边的种种圣迹，包括佛降甘露，也被众人集结如实记录。为什么不去面对呢？我思考着，许多仁波切、法师、居士们对自己所亲历的南摩羌佛圣迹郑重其事，他们也都是修行多年的佛弟子或有身份地位的企业家们，他们的智商都有问题吗？会边说假话边发誓说假话就堕无间地狱、金刚地狱，穷困潦倒不得解脱吗？只有一个答案，他们知道自己所讲真实不虚，只会增长福慧，而不会穷困潦倒。我思考着，诸多佛经一再告诫众生，诽谤三宝者受无量无边苦恼，不得解脱。害人一命，果报一期；坏人会命，累劫千生。一个转发，一个点赞，又扩散给更多人。一时无知轻信，动动手指，只需几秒几分钟就完成了，却造出了无量的黑夜。你说冤不冤？我思考着，无始劫以来，我们已经轮回不知多少生，畜生、恶鬼什么都要去变得惨不忍睹。这辈子好不容易凭着微薄的福德，当个人有缘接触佛法，佛陀就在眼前，若没有去亲近学习，就已经够没福报了。若还要被邪师骗子蒙蔽双眼，跟着瞎起哄诽谤佛陀，那就太不值了。是故，敬请喜欢在网络跟风起哄的人们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深入调查，冷静思考，不要被网络上邪师骗子所左右而着急跟风。你不跟风，多求证，不会有任何损失；而反之呢，不得不慎重啊。在我身边还有很多与我类似经历的佛弟子，他们得知佛陀住世后，马上就展开了深入考察，将网络上维护与反对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言论都找出来进行比对、分析、思考，然后去找到当地的文法典、闻听法音，学习南摩羌佛的法住，最后才得出了结论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，真正的佛法。一个真正想解脱成就的佛弟子，如果知道佛陀在住世，而不去求证事实真伪，没有资格称为佛弟子。一位曾经也怀疑过，后来深信不疑的佛弟子如是说。在网络上人云亦云、跟风诽谤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人们啊，你们深入求证过吗？自己没有求证就轻信他人所言，这种害己误人的行为该停止了。撰稿咱老百姓，编辑佛前灯。公文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、修学极胜解脱大手印、戒心经说真谛和什么叫修行，才是最正确、快捷的成就之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